愿我的祷告如香陈绵，在你面前，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。愿我的敬拜在你面前，蒙你悦纳，天使天群屈膝，夫妇敬拜在你座前。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你充满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。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是有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安静等候我们的神来到我们当中。圣经这样说：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。让我们用一颗谦卑俯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在主的面前恳求你，主带领我们今天的礼拜都能够得到神丰盛的应许在我们当中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。现在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。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能够来圣殿当中来敬拜赞美你的名。谢谢主，赞美你是最美好的事情。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到你的圣灵，最美好的事情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让我们来亲近你，我们来求你的连续和恩惠临在我们的当中。因你是慈爱、公义、圣洁，主，你满有智慧，满有身量，主，你的能力我们无法去测度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的身上，主，我恳求你带领我们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相爱，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能跟神能够再次的来和好，让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主权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上，求你来充满我，你来指教我，你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我们来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道路。或许我们现在遇到许多的境况，或许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许多的挑战，或许在我们家庭当中，我们遇到许多亲子的问题，或许我们在职场当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们都把它带来主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在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们一起开口同时来祷告。现在天父，从你的面前来只想献上感谢。从妈妈每一位父强人，从每一个人身体，从工作交托在你的手上，求你来看顾每一位父强，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全然单纯来跟随你，求你来带领我们前面。
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总是不离不弃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主，当我们灰心失志、沮丧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用你慈爱的双手来扶持我们。当我们遇到困境时，主，你就来脱离我们，带我们脱离那死荫幽谷，来到你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主，我们将我们将一切献上你的感谢。主，我们知道你走在我们左右，因为你的应许，因为你的同在，主，你总不离弃我们。你回应了我们每一个呼求。主，我们知道深知你掌管一切。主，我们深知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这条道路是丰盛，是满有恩典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接下来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今天有许多好朋友、许多新朋友会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恳求主来带领他们，也来带领我们，在今日的礼拜当中，透过尤韵师母他的主讲，他的分享，让我们更能够得着从神那里的话语，让我们让尤韵师母她今天的分享能够造就许多的人，能够带领更多的新朋友来信靠我们这个又真又活的主耶稣。我们将2堂的礼拜过程，所有的服事同工全部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向献上感谢，我们今天要带领今天后半，能够为我们预备的，他的歌手，这里让我们的歌手，到每一位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到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得到力量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将今天2堂的礼拜今天第2堂的礼拜聚会，我们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里。主，我们透过师母的传讲讯息，他所分享的诗歌，主，你就来打动每一个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新朋友们。主啊，你让他们能领受从你那来的恩惠，你那来的大爱，在他们当中来彰显。主啊，你将所有的服事同工交托仰望在你手上。主啊，你就来带领他们，无论在哪个岗位的服事，主，你让他们越服事越甘甜，越服事越得力。主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在这个荣耀丰收的时刻，主啊，你的圣灵安慰到每一个所破碎的灵魂，你带下医治和恩典。主啊，求你透过这些的征战和苦难，帮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，让我们在安慰正在失去、患难或受伤或生病或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向他们传递你的爱和力量。主，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心性。愿我的敬拜到你面前，蒙你悦纳，天使天君屈膝，匍匐敬拜在你宝座前。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你充满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打开天窗。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。
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可以，我们就从座位上来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的同在在这里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主耶稣是我们永活的盼望，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就是永活的盼望。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有高山阻险，无法跨越。在绝望之中，我举目望天，呼求你直到黑夜。在幽暗里面，你慈爱彰显，吸引我领到你面前，恩典的成就，结局的呈现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？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？洗净永在身，将配至高天，背负我罪，当我羞愧。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，往往指望将我拣选，荣美的救主，我愿永属你，主耶稣永我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释放我。哈利路亚，失望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释放我。哈利路亚，失望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
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，犹大的十字打破了沉寂，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，荣耀进城里，你成就应许，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，犹大的十字打破了沉寂，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。主耶稣已经得胜利。所有锁链，以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你释放我。哈利路亚，失望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。以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，主耶稣永活盼望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主。有一位真神，他的名字就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救赎你，救赎我们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，让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的名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
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。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，一切黑暗的亮光。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感谢主，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，你带领我们，你所爱的百姓，每一位你的子民，恭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一起同心敬拜，一起仰望你，赞美你，也用祷告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当世人在寻找、寻觅、愁苦的时候，主你带来的福音，带来的拯救，带来永恒生命的盼望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得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祝福。主啊，今天感谢你，透过闪游明师母他们的团队来到我们当中，将美好的恩典，将主的福音，透过诗歌见证来分享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你预备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从天上来的恩典跟赐福。主啊，这是个美妙的时刻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迎接主圣灵的同在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您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请坐。我做一个小报告哈，我们本来有预备这个特别座哈。